嘉义高中高级部是有餐饮管理甲流行服装两项特色教育，学生除了兼顾课业，每一天有学生11点钟不断练习所学的专业。今年参与全国技艺甲技能比赛拢开花结果，其中服装制作方面，学生苏新成就摕下金球奖第1名。另外，国服的制作，黄世瑞甲王徐勇嘛穿金戴银，表现突出。我们集训的时间大概4个多月，一个属于自己的荣耀，然后也减轻了一些升学上的压力。我有一部分是受家人影响，因为我姑姑也是有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服装制作，对，服装制作。会中不断克服压力，展现自信来参与餐饮服务组比赛。张淑燕嘛摕下金球奖第1名。记者会现场展现30秒后餐巾装饰的比赛项目。其实我刚开始对自己很没有自信，然后练到后来就慢慢对自己比较有信心，然后就是把目标放在第1名。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很重要。面对学生的努力坚持，纷纷摕下全国指标性比赛奖项，有保送大学的竞争力。校长甲家长会都有满百的公演。学生不管在技能竞赛、技艺竞赛，以及校外我们机关团体所比赛的举办的竞赛当中，都获得非常优异的一个成绩表现。那这对于学生未来在绩优的一个保送。以及呢，他更加的深化他在高中阶段对自己探索的一个肯定，让他们愿意在到大学之后，持续的在餐饮以及流行服饰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当中，能够去深耕。那并且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上面的东西能够发扬。每年一直在提升他们的技职的训练，我感觉不管是在地方上或是在教育上，都是有呈现是最好的一面。那也希望学校再继续努力，那给学校更大发挥的空间。因为学生优秀的表现，有分析公司嘛将赞助流行服装科创意改造的素材。12月2日下晡4點，特別伫水高社國節舉辦成果發表，歡迎前往參觀。台灣新聞阮子何秋芳採訪報道。